台南模是山野上大的山区，目前是长的开花，也毋过天气连咪冷连咪热哦，恐惊影响到今年的收成。农业局嘛表示讲，确实有淡薄的影响哦，也毋过目前哦，二期的花是个开了袂歹，会当个继续来观察2-3礼拜。它是授粉的，可是它可能会因为气候的关系是授粉不完全，它还没有登昂，它就掉。行入南西区占地大约5分的山野园内底，看过去花是开甲真暗。不过3月中，农民却是发现讲，今年的山野树虽然有开花，不过调高率无好。就算有开花，嘛大多数拢是空心的。主要的原因就是年初较淡，南部地区一日降落10度左右的寒流，一日搁清起的30度以上，即使寒是湿热造成的。下雨跟寒流，然后这样那个日夜温差大，那个气候太过剧烈，所以它这个花没有办法说是授粉是完全的，然后它就哪怕是授粉完整的，它也会因为黑掉或者是因为寒害的关系就掉了。一期花损失惨重，果子生袂出来，农民预估未来产量恐惊是减一半以上。不过目前农民嘛，干来等甲希望放伫咧2期甲3期的花顶头。针对这款情形，台南市农业局最近嘛派人勘查，观察发现讲，目前主要的2期花状况袂歹，不过实际情形也是要至少2礼拜后才会当确定。早花其实真正是恐怕真足济啦吼，但是目前只是2、3期花开花阶段啦吼，但只是说迄个授粉跟结果的阶段吼，确实的情况可能要等2-3礼拜吼，还知影讲目前收获状况啦吼。农民预估今年收成恐惊会大减，气候变化遐尼大，冷气团一波接一波，刷落来2倍恐惊阁有冷气团要来，嘛互农民真烦恼。农业局就强调讲，未来会随时掌握果子树生长的情形，未来若确实受损，会赶紧回勘进行灾害补助，降低因为极端气候造成的损失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